敏感、怯懦、自卑。10分钟精读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我胆小如鼠》，这是余华老师的中篇小说，也是他童年的自传回忆。主人公叫杨高，胆小如鼠说的就是他的故事。那一年，杨高还在读小学，在秋天的一节语文课上，他的老师读到了胆小如鼠这句成语。什么叫胆小如鼠？就是说一个人胆子小的像老鼠一样。他的老师经常拿同学们比喻成语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只见老师的手指敲着讲台，对着同学们说：怕老虎的同学举起手来。此时班上所有的同学，包括杨高，都举起了手。等所有人都放下以后，老师又说：怕狗的同学举起手来。杨高又举起了手，这次他听到了嘿嘿的笑声，回头望去，原来举手的都是班上的女同学，男同学们没有一个人举手。可老师似乎还是没有得到答案，他继续问道：怕鹅的同学举起手来。只见坐在第一排的杨高举起手的同时，班里的同学顿时哄堂大笑。杨高这才发现，这次就连女生都没有，举手的只有他。而老师仿佛也找到了答案，他指着杨高打起了比喻，比如杨高，他连鹅都害怕，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杨高。在同学眼中，杨高确实胆小如鼠，他不敢走到河边去，也不敢爬到树上去，因为他的父亲曾嘱咐过他，你要是掉进了河里，就会被淹死，你要是从树上掉下来，就会摔死。杨高遵从父亲的教诲，所以杨高在同学的眼中是一个胆小可笑的人。然而对于那些嘲笑，杨高从不与人争执，因为他也是一个老实的人。他的母亲经常向别人夸奖他，我们家杨高是最老实的，他听话勤快，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他从来不到外面去闯祸，从来不和别人打架，就是骂人的话他也从来没有说过。父母教给他的人生准则就是老实善良，所以从不与人争斗的杨高打小就是同龄里的软柿子，男同学们经常在他身上展现威望，女同学们也可以在他的身上获得勇敢。然而对于杨高胆小这件事，不仅同学们在说，就连他们的父母也经常说。他们还说杨高的父亲，他们说杨高的父亲是开车最慢的司机，说他父亲开快了就会害怕自己被撞死。他们说杨高的父亲跟他一样胆小。有一次，杨高的同学们说，你父亲就是胆小，和你一样胆小，你的胆小是遗传的，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的，你父亲是从你爷爷那里继承的。他们甚至把杨高的祖先都说成了胆小。同学吕前进说，他那杀猪的父亲能够一口吞下一头约克猪。宋海说，他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，经常半夜自己给自己缝肚子。方大伟说，他父亲能够一拳把墙打穿。他们问杨高，你的父亲又有什么本领？你的父亲敢不敢闭上眼睛开车？杨高摇摇头说，我不知道。他们就说，快去问问你的父亲。很快跑回家的杨高在父亲的口中得到了答案，父亲告诉他，如果闭上眼睛开车就会被撞死。杨高虽然对于自身老实胆小是认同的，可在他的心中，自己的父亲并不是胆小的人。外人说他的父亲从来不敢骂人，就连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都不敢骂，他们没有说错，父亲确实没有骂过他的母亲，也没有骂过自己，就是遇上一个要饭的乞丐，他的父亲也会对他满脸笑容，给他吃喝。可是父亲也有神气的时候，每当他开着卡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，他常常会将头伸出窗外，对着外面行走的人吼叫一声，你找死。有一次，父亲带着杨高去上海，坐在父亲的卡车里，杨高对着父亲说，你为什么不能闭上眼睛开车呢？父亲说，你看到前面的拖拉机了吗？如果我闭上眼睛开车，我们就会撞到前面的拖拉机上，我们就会被撞死。可杨高想改变父亲在同学们心中的地位，他说，我只要你闭上一小会，这样我就可以去和吕前进他们说你敢闭着眼睛开车了。似乎看到了儿子的渴望，杨高的父亲便说，那我就闭上一小会吧，1、2、3。可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卡车已经快要撞上前面的拖拉机了。此时拖拉机正惊慌地向左逃去，卡车从拖拉机的右边擦肩而过。这时杨高看到拖拉机车斗里像泥鳅一样黝黑的人都向他们伸出了手，杨高知道这是在骂他们。这时父亲伸出头对着他们喊叫一声，你们找死。为什么父亲敢这么说？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追不上车。父亲喊完，转过头来对着杨高得意地笑了起来，而杨高也跟着父亲一起笑了。可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没过多久卡车就抛锚了。这次父亲下车修了很久，正当他拉开车门准备上来时，刚才那辆拖拉机驶了过来，只见车上那些像泥鳅一样黝黑的人全跳了下来，他们的手抓住了父亲胸前的衣服，问道，是谁想找死？是你还是我们？父亲什么话都没说，
他们先是把父亲身上的钱摸了出来，然后10多个人一起殴打着杨高的父亲。在车上拼命哭的杨高看到这些人打完父亲后，又拉开裤裆，对着躺在地上的父亲身上撒起了尿。发泄过后，他们便上了拖拉机扬长而去。这时父亲从地上慢慢地爬了起来，他走到了车旁，喘着气爬进了车里。杨高看到父亲脸上的血和尘土粘在了一起，他的头发和衣服都湿了。父亲用他满是油腻的手擦了擦杨高流泪的脸，然后他看着前面驶去的拖拉机，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。随后他拿出茶缸，对杨高说：“儿子，我口渴了，你到河边去舀一杯水来。”杨高呜咽着接过了父亲手里的茶缸，向河边走去。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，发现父亲此时流出了眼泪。正当杨高舀满了一杯水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忽然看到父亲的卡车动了起来。杨高吓得拼命地向岸上跑去，满眼泪水的他对着驶去的卡车哇哇大叫。他惊恐地以为父亲不要自己了。只见父亲将卡车开得飞快，很快就追上了那辆拖拉机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卡车直直地撞在了拖拉机上。这一瞬间，杨高吓得站住了脚，许久之后他才敢向前走去。他看到拖拉机上的那些人全被抛到了地上，有几个一动不动，有几个躺在那里哼哼地叫着。他走到父亲的卡车旁，看到父亲的车头撞了进去，车门也被撞歪了，而他的父亲扑在方向盘上，头上全是破碎的玻璃，方向盘刺破了父亲的衣服，也刺进了父亲的胸膛。杨高的父亲就这样死了。时光飞逝，杨高毕业后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他在一家机械厂当清洁工。杨高和吕前进在同一个车间，吕前进是钳工，他的身上全是油腻，可是他却很高兴。他说他干的是技术活，他看不上杨高的工作。其实刚进工厂的时候，吕前进是清洁工，杨高才是钳工，可吕前进不愿意当清洁工，他就拿着一把锉刀去找厂长。他把锉刀插在厂长的桌缝里，说他不愿意干清洁工，他要换一份工作。于是吕前进就变成了钳工，而杨高成了清洁工。同事们常说杨高，我们每次来都看到你在扫地，你什么时候也像吕前进那样躺在破席子上睡觉？杨高抱着扫帚摇摇头说，我不会睡觉的，我喜欢自己的工作。同事们听到后都哈哈大笑了起来，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喜欢扫地。但杨高自己不觉得奇怪，他确实喜欢将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所在的车间是厂里最干净的车间，其他车间的人都想把杨高要过去。有一次，杨高的同学对他说，杨高，你是你们厂里工作干得最好的人，可是每次涨工资，每次分房子都轮不到你。看看那个吕前进，上班就是去睡觉，可是涨工资有他，分房子也有他，他什么活都不干，却什么好处都有他的份。是的，这些年吕前进的工资涨了又涨，可杨高的工资还是一点都没有动。吕前进曾教育过他，杨高，你想想，刚进工厂的时候，我们2个人的工资就一样多，这么多年下来，我天天睡觉，你天天干活，到头来我的工资还比你多，这就叫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吕前进除了刚进工厂的时候拿过锉刀，后来再也没有用刀子去吓唬过厂长。他听说厂里要给少数工人涨工资，他就每天跑到厂长的办公室，没完没了地和厂长说话。他喝着厂长的茶，抽着厂长的香烟，没多久厂长就给他涨工资了。吕前进让杨高也去找厂长，可杨高却说，我不去找厂长，不是因为我胆小，是我觉得自己挣的工资够用了，所以我不怕自己的工资比你少。后来厂里那栋新楼总算盖成了，吕前进说，这一次的房子分配后，厂里10年内不会再盖新楼了，所以拼了命也要去争一套房子过来。从今天起，我就要到厂长家去睡觉了。吕前进说到做到，当天就抱着被子笑嘻嘻地去了厂长的家。他只在厂长家睡了3天，就把新房子的钥匙拿到手了。接着吕前进又对他说，杨高，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把车间里每天扫出来的垃圾倒在厂长家门口，不出3天，厂长就会将一把新钥匙送到你的手里。但杨高又摇了摇头说，我家的房子虽然不大，我和我母亲住的还是很宽敞，我不需要新房子。吕前进听他这么说，笑了笑说，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。一天刚下夜班的杨高正在屋檐下躲雨，这时他听到脚步声传来，由于没有路灯，黑暗中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走来。当听到那人从他身边路过发出的一声咳嗽时，杨高立刻就知道他是吕前进。吕前进因为感冒已经咳嗽了1天，知道是吕前进后，杨高立刻高兴地跑了上去，从后面一把抱住了他。顿时他感觉到吕前进的身体缩紧，然后失声惊叫地喊道，我是男人，
我是男人。随后吕前进挣脱了他的手，拼命地跑了起来。等到杨高回过魂来时，他已经跑得没有了踪影。杨高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恐慌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喊我是男人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吕前进是一个胆大的人。小时候他打架打输了就跑回家，拿起家里的菜刀再追出去。追上那人后，他先在自己脸上划一刀，然后挥起菜刀就要去劈那人。看到他脸上的刀痕，那人瞬间就求饶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在宋海的家里，杨高和吕前进还有一群老同学坐在一起的时候，吕前进抽着香烟喝着茶，对大家说，我昨天晚上遇上了一个强奸犯，他把我当成了女人，还想强奸我。因为下夜班的时候下雨了，我就拿了车间一个女工的花外衣披在头上，刚走出工厂，走到没有路灯的学军路上，那个强奸犯就从后面扑了上来，抱住了我。这时杨高大声说道，所以你就喊我是男人，原来你披了一件女人的衣服。同学们打断杨高的话，问吕前进，然后呢，吕前进看了看杨高，对他们说，我抓住他的2只手，一弯腰，一个大背包把他摔在了地上，然后用脚踩住他的嘴巴，先给了他3脚，又给了他3个耳光，最后告诉他我是男人。听着他的话，杨高笑得越来越高兴，大家的目光也转移了过来，而吕前进瞪圆了眼睛问他，杨高，你笑什么？杨高说，昨天晚上抱住你的就是我。天那么黑，其实根本看不清你披的什么衣服，可我还来不及告诉你我是杨高，你就跑得没有踪影了。听到他的话，同学们都愣住了，而吕前进的脸也瞬间变得铁青起来。他走到了杨高的面前，挥手2个耳光打得杨高头晕眼花，紧接着他抓起杨高，先用膝盖撞他的肚子，然后又对准他的胸口狠狠地打了一拳。那一刻，杨高的呼吸都被打断了。后来杨高从地上爬起来，走出了宋海的家。当走在桥上时，他突然想到了死去的父亲，想起了父亲开着卡车冲向拖拉机的那一幕，仿佛是父亲给予了勇气。杨高回到家，拿起菜刀就出了家门。杨高提着菜刀向吕前进的家走去，一大群人跟在他的身后看热闹。当他来到吕前进家门口时，身后的人哈哈大笑着把杨高推了进去。那时候吕前进正坐在桌子旁吃西瓜，他们笑着对吕前进说，杨高要用菜刀来劈你啦。杨高说，吕前进，刚才你打我的时候，我一直没有还手，我没有还手不是因为我怕你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要以牙还牙，我要用这把菜刀把你劈了。吕前进和他们看着杨高手里的菜刀，张大嘴巴哈哈大笑。杨高心中不解地说，你们笑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这样高兴？听到杨高这么说，他们的笑声更大了，直到他们笑完，抬起手擦起了眼泪。这时宋海把吕前进的头按在了桌子上，他对着杨高说，你不是要把吕前进劈了吗？现在吕前进的脖子就在你的菜刀下面，我们看你怎么劈。看到宋海他们又哈哈笑了起来，杨高想着，现在他只要举起刀再劈下去就能报仇了。可是看宋海他们这么高兴，杨高又替吕前进难受了起来。他对吕前进说，他们要真是你的朋友就不会这么高兴，他们应该来劝阻我，把我拉开。大家听了杨高的话后笑得更响了，吕前进也在笑，他的嘴巴贴着桌子说，你说的对，他们不是我真正的朋友，你也不是，你要是我的朋友，你就不会拿着菜刀来劈我了。听到吕前进这样说，杨高心里有些不安地说，我要来劈你是因为你打了我，你要是不打我，我是不会来劈你的。吕前进说，我打了你2下，你就拿刀来劈我了，你忘了我以前是怎么照顾你的了。杨高想起吕前进曾经为自己和别人打过架，吵过嘴，做过很多的事，他虽然打了自己，可他还是自己的朋友。于是杨高把菜刀从他的脖子上拿走，并对他说，吕前进，我不劈你了，可是也不能就这样算了，你刚才打我很多耳光，踢了我很多脚，现在我只打你1个耳光，我们就算是扯平了。说着，杨高伸手给了吕前进1个耳光。这时屋子里的人听到了这个声音后，瞬间不笑了。只见吕前进的眼睛瞪圆了，一边骂一边推倒了椅子，走到了杨高的面前，啪啪啪啪打了他4个耳光，打得他晕头转向，两眼发黑。然后他对准杨高的胸口狠狠一拳，在杨高倒下去的时候，又对着杨高狠狠地踢了几下。此时杨高躺在了地上，他已经听不清众人的说话声，他只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从头到脚，一阵阵像是拧毛巾似的拧着自己的身体。故事结束了，杨高听取父亲的安全教诲以及母亲守本分的生存准则，所以造就他不争不抢、安于现状的性格。他不是没有能力去争取，也不是胆小，而是因为太过善良。可有时候人可以善良，但不能没有锋芒。锋芒不是咄咄逼人的傲慢，
也不是毫无原则的忍让，而是面对强权与不公时，勇敢地坚守自己的立场。人与人交往就像穿鞋一样，不能因为害怕失去一双不合脚的鞋而去委屈自己的脚，该扔就扔，不要犹豫。有时候一味的善良换来的不一定是感恩，有可能是贪婪，是得寸进尺，是得不到满足后的诋毁、谩骂和重伤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父子二人老实本分，对待工作认真负责，只是因为做不出大胆冒险以及违背道德的行为，就该被冠上胆小之名，遭受无情的讥笑和羞辱吗？而那些在外夸夸其谈、满口谎言的人，真的就是胆大吗？